有粉丝页啦，可以，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，拜托你了，粉丝页都已经比联署的还要少了。因为联署完毕之后，顺便按粉丝页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然后，希望真的明年发专辑啊，我常告诉我自己说，我都当兵2年奉献给国家了，我应该也要出2张母语专辑，奉献给我自己的族群，还有给我自己的承诺，我会加油的。也要靠大家了，就是支持买周边商品，然后明年办小巨蛋免费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到都兰车票比较贵一点，那至少是免费的，赚到。然后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都兰的一个我改编传统歌啊，就是阿美族的一种传统歌改编的啊，有一种唱法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的同样的一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，然后领唱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我们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当打唱啊，一起唱好不好？拜托了，我都要小巨蛋了嘞，对不对？到时候距离我很远的，因为这个机会了。啊呀那呀哦嗨呀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很简单哦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8个字哦，其中哦嗨呀一模一样哦，不会的话。也没有办法了啦，就加油哈，好不好？生命就靠你自己了。啊，都会唱哦，一起唱好不好？啊呀那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呀那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哟咿哟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孩子们都要唱哦，不要放弃自己，加油好不好？好！来，掌声！哦
手杨明，大提手张烨，武盾，马少，帮我们讲阿力，张明，谢谢。